这种有色媒体这种断章取义、带风向，你知道，本人表达愤怒跟谴责。黄之锋认为你擦枪走火的失言，要求你道歉。这个是这样的其实那个昨天也在这个地方嘛，整篇讲话从头听到尾，你不会觉得有问题。可是你要是断章取义捡起4个字，你知道要做成标题，那再送去给黄之锋看，那再请黄之锋评论，他一定是这样回答。所以对于这种有色媒体这种断章取义、带风向，你知道，本来就应该党政军退出媒体了，结果很多媒体都这样变成政党的侧翼机构，你知道，本人表达愤怒跟谴责。可是黄之锋是分享你的逐字稿，他是认为你整段发言不当。我跟你讲通常是这样的，这个要先入为主嘛。你那标题这样做，他一定在回答的。我看你手上是拿着一份小抄的，所以你原本是针对香港的发言是格外要谨慎的意思吗？那本来是这样的，我也不喜欢你的这种选举道德然后一直在拉高那种芒果干，你知道，我就不需要的。这个香港的问题，台湾、香港，我们应该怎么应对，是相当清楚嘛。这个时候不需要一直在。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在思考的是，还是在台湾在日后到底要怎么，在整个这种国际局势怎么走下去是比较安全的，不要一时的选举拉高，让台湾陷入更危险的局面，这不必要。市长你用这遣词都没有批判都只有提醒跟建议中国要如何，所以你现在愿意就开枪这个事件做一个批判，这个香港的反中这个是这样的警察掏枪出来对准民众，这一定不对嘛。这个有什么好讲？这个透过荧幕还需要去谴责大众，全世界都在看这个错就是错，这个我跟你讲，是非对错，这个大家作为人类都有大概。我不敢说100%，95% 的是非对错，大家都会有意见嘛。像昨天跟郭董再度合体同框，确定双母鸡一起启动来帮两边阵营候选人站台了。那互相帮忙了，他不见得我们的候选人也不见得他每一个都支持嘛。因为后来才知道说他也有朋友嘛，所以常常来说国民党朋友打电话去跟他讲说，你不要跟谁照相。这个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过去的这种生活背景人际关系的压力所以不见得说我们每一个候选人他都有办法来帮他站台照相。市长，那你未来如果郭台铭这边有提候选人，你也会有这个标准吗？那也是一样嘛，就是我们常说自然就好，就是说能力所及，大家方便。比方说他第一个李进阳，那没问题嘛，他以前就在这里当助理，这个当然是我们自己人，如果他陆续提出候选人，我们就看嘛，还是能帮就帮嘛，就这样。像南方澳的断桥事件因为现在议员要求雅兴要专案报告，如果他断桥责任，这是要求你们跟他所有的合作案要全面解约，你怎么看？这个我非常反对这种叫烧女巫的文化，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断桥，你知道到底是问题出在哪里，都要等政府的报告出来嘛，因为他从设计、建造到后来的维修维护，这个是既然20年，它一定有一整套的嘛。所以坦白讲出问题你知道应该是检视说到底是哪里出问题，而不是说那就抓一个来，这谁盖的？问题是盖的出问题吗？还是后面20年维修出问题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出问题呢，像我现在学会说不要急着发脾气骂人调查清楚再讲。